牌活動之一，世界格蘭披治桌球大獎賽2025首次喺香港隆重登場。賽事由3月4號去到9號喺啟德體育園啟德體藝館盛大舉行。嚟自全球排名前32名嘅頂尖桌球選手爭奪冠軍榮譽以及係世界排名，一眾頂尖球手更出席賽前舉辦嘅歡迎儀式，喺歷史悠久嘅尖沙咀天星碼頭登上細星，暢遊維港，讓球手同埋一眾球迷一同感受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係香港中西文化匯聚嘅獨有魅力。賽事首日超過4200名觀眾入場觀賽，開幕典禮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世界職業桌球協會主席 Jason Ferguson、F Sport Promotions Limited 嘅總監莫華同中國香港桌球總會主席羅永聰，聯同中國名將肖國棟以及係英格蘭名將沙比一同進行開球禮，為1連6日嘅大戰揭開序幕。首圈賽事採用7局4勝制，焦點落喺卓林普身上。早前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居民嘅世界第一，呢一名世界一哥喺主場球迷面前轟出142度，結果以4-2擊敗加里威爾遜晉級，取得主場首勝。為推廣香港體育文化同埋加強社區參與體育活動，令到更加多市民有機會觀賞大型體育活動，有4000張表演賽門票，較早前已經喺社區免費發放。星期六4強賽開戰前舉行表演賽，香港名將傅家俊大戰白旋風韋德。傅家俊喺主場球迷助威下，首局倒數領先對手。至於韋德，則係比賽途中一時興起演手刀擊球，令到表演賽增添趣味。韋德喺第2、3局開始認真，喺3局2勝制下，以2-1反勝傅家俊。賽事方面，4強賽採用11局6勝制，兩場賽事分別由梅菲對羅拔臣以及係卓林普對冰咸。卓林普不敵冰咸，無緣決賽爭主場首冠。梅菲對羅拔臣二人合演一場強對決，羅拔臣喺落後3-2下連取3局反勝，率先晉級決賽。星期日決賽前上演香港一姐世界第2嘅吳安儀大戰嚟自泰國嘅世界一姐洛查勒。吳安儀第2局大部分時間領先，兩人末段藍波爭持不下，結果洛查勒成功清台再下一城，直落2局贏得表演賽。同埋琴日嘅表演賽一樣，球手同埋一眾球迷彼此交流，贈送簽名嘅紀念品，反應非常熱烈。賽事方面，決賽採用19局10勝制，羅拔臣喺首節賽事手感火熱，冰咸一開賽就處於劣勢。羅拔臣喺第1局以121-0勝出，第2局更一桿打出104度，令到在場球迷拍案叫絕。羅拔臣士氣大振，以8-0結束首節賽事。而喺晚上進行嘅第2節賽事，羅拔臣承接首節嘅氣勢，喺第9局雖然一度處於落後劣勢，但係最後反勝69-60，第10局更加贏69-27，以10-0零封冰咸奪標。獲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頒發嘅 M 品牌活動，標誌住緊張、精彩、刺激嘅大型體育活動，有 M Mark 呢個標誌就係香港高水準嘅國際大型體育盛事。